正道献上上帝所欢喜的祭，请曾牧师。所听的弟兄们，大家平安。咱当心用较无甲欢喜，祈祷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但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互我来到你的圣殿，伫你施恩做chứng。所听的弟兄们，无论你伫啥物所在，愿上帝恩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充满伫你的人生的内底。咱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当自执伫你的面前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上帝你的神要自执阮真侪，你的囝儿甲主你同坐倒，主阮伫你的圣殿要来敬拜你，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圣主日，祝福阮甲你坦然面对面，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经验着上帝你充载迄个满足的喜乐，主阮恭敬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。求主你来到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因的心灵的祭坛，主你干了因伫你面前所献芳芳的祭，阮伫你面前用较无的心向你发出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学习一个信仰中间真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建立属灵的祭坛。咱的信仰的前辈为着要鼓励每一个基督徒拢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、勇壮的基督徒，所以常常鼓励基督徒应该爱重视建立属灵的祭坛。自从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教会改变甲犹太人无啥共款。咱伫教会中间不知不觉，咱就将两种的文化、两种的礼拜习惯，咱家感觉就亲像一种的礼拜。但是有时咱嘛好亲像分袂清楚。伫旧约的中间有5种的献祭，无论是小祭、平安祭，无论是赎罪祭，5种的祭数。但是一直到耶稣基督了后，教会就无搁再，多数的教会就无搁再有这种祭拜、献祭这种的仪式，因为咱知耶稣基督已经真侪代替咱救赎的羊羔。所以耶稣基督了后，教会的献祭就无同款啦。用什么种方式来献祭？亲像献歌队，今日所念的诗歌就是献祭。阮的祈祷要将做芳芳的祭，亲像香烫到天顶予上帝。古早犹太人因要面对上帝时，因爱烧祭，因爱烧香，伫因敬虔的礼拜中间，因的仪式。甲因的内心就定做上帝所活活接纳的。所以弟姊妹，咱何等的自由，何等的幸福。伫今仔日，咱叫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毋免搁再太低倒洋，咱毋免搁再有真侪遐的祭祀的礼仪。但是有时，咱反倒当因为稳定来克惜，所以咱有可能伫咱的礼拜中间，就无有真确定。真看会到的仪式来代表咱对上帝的敬虔。比如讲，古早咱的长辈，因伫礼拜时，因祈祷，因会注重就是跪落来祈祷，跪落来，迄就是一个看会到的仪式。今仔日有真侪基督徒，咱已经免去了，才会外在的仪式。但是所听的姊妹，其实外在的仪式更较重要。外在的仪式会通帮助咱去注重内心甲外在是一致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张的相片就是圣经中间头一个人献祭予上帝，迄阵无照相机。这张相片是后来人用想象画，第一个献祭予上帝就是拿阿。拿阿伫迄个大死实的40日的大风雨。大水淹没了全地，所有的画面拢死了后，经过几长的天候，大水退去了后，土地佫发出活命的新的芽，慢慢佫重新活起来了后，拿阿用真深的感触，亲像死佫活，拿阿亲像死佫活，伊看见死去的人，
伊感受到伊还阁活咧，所以伊就起一个祭坛敬拜上帝。所以当伊烧即只羊羔互上帝，当伊烧即个活祭互上帝的时，圣经的记载讲，伊所烧迄个薰，就正一香探到伫天顶，上帝闻到芳芳的祭，馨香之气，上帝心内毋甘欢喜，就接纳伊。所以上帝对安尼讲。对当了后，我无要搁再救助这个地上，我无搁再用这种的方法来毁灭罪恶。对当了后，我要互天地万物生生不息。所听的姊妹，无论你用什么种方法，今仔日的礼拜是要鼓励咱正做一个会晓敬拜上帝的人。伫咱礼拜的时，咱来带咱心中。全心全意、真实的，因为耶稣讲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，就用神、用真实来敬拜伊。愿咱明白现在伊真正的意思。今仔日这个功课对咱来讲真重要。有真多基督徒一世人跟对上帝读圣经，无拄拄会通伫真正咱内心的礼拜堂、内心的祭坛。感受到上帝真正甲我三甲伫地，所以听弟姊妹，就互迄种信仰的告别伊马内利，毋是出一支嘴，是实实在在，咱对心中讲：主啊，我真正感谢你，你实实在在甲我三甲伫地。愿上帝所应允的话，就成做咱生命的经历，也求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将伊所想述真实的经历来想述予咱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既若设立这段有三项代志：古早的代志、今仔日的代志、甲将来的代志。对圣经的记载，这个这段有三项代志。过去的人起这段拄着上帝所发生的代志。你看圣经有真侪人起这段。拢是发生伫上帝的怜悯救恩了后，因对心中敬畏上帝，所以因就对因的身边扣遐天然的石头来起做祭坛。伊起的祭坛最重要，就是要纪念上帝。所以啊，姊妹，无论是亚伯拉罕的祭坛，无论是摩西的祭坛，无论是约书亚的祭坛，甚至以撒的祭坛、雅各的祭坛。伫早期的这个信仰的前辈，因就是经历着上帝，所以伫经历着上帝迄个所在，因就起一个礼拜堂，就起一个祭坛，不容易真紧就起一间礼拜堂，所以因就用所扣下来的迄个天然的石头，甲放伫迄个中间，代表神圣的所在。礼拜了后，佮煞甲迄个所在号一个名，你会记得吗？圣经有真侪故事，当因起这段敬拜上帝了，伊就甲迄个所在号一个名，所以后来伊会行行顺顺，拢会安尼讲。甚至后来伫圣经的记载讲，到今仔日，亲像雅各，伊伫北地里的旷野，伊伫梦中看见上帝天使对天顶落来，伊伫迄个异象迷茫的中间，伊忽然感觉，我的上帝原来毋是伫我爸爸妈妈的厝。伫这个旷野，这个上帝嘛，甲我三甲伫地，日出日入，要我要保守你。所以当伊经历到这个上帝了，伊就起一个祭坛，然后甲迄个祭坛、迄个所在号一个名，叫做伯特利。所听的姊妹，起祭坛第一就是纪念伫咱的人生中间上帝的作为，而且互你的囡仔到行行顺顺、永永远远，拢会记得。我的老爸、我的阿公，捌伫这个所在，一口井起一个祭坛，甲迄个号名，以撒乌一个井叫做伯示巴。后来伊的子孙雅各，伫抗旱逃难的时阵，犹原佫倒去伊的阿公、爸爸所挖迄个水井，伯示巴。伯示巴。示巴就是地名，示巴意思就是上帝甲我三甲伫地，上帝甲我立约，别
迄个笔就是井，意思就是一个立约的井，一个祭坛。所以后来到雅各，伊游园伫这个祭边翻头的时做礼拜。圣经记载讲，雅各伫暗暝，当伊起祭坛，伫伊的老爸祭坛，重新甲伊石头佫捡倒来，重新佫再甲这个礼拜献给上帝。伫迄个暗时梦中，上帝来甲伊讲话。上帝甲伊讲：“我就是你的老爸的上帝。”所以听弟姊妹，这个故事要帮助咱伫今仔日，咱知影这段第一就是纪念上帝的作为。第二，亲像雅各倒来到伫以撒所学这个别是巴的水井的这段，重新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若有需要有渴望，就用祈祷诚侪芳芳的祭献给上帝。过去需要祭司代替咱献祭，但是到新约的时代，咱何等的福气！主耶稣讲：“通过我，恁就会当坦然到上帝的面前。”所以伫新约的时代，当然有原来有设立牧师，诚侪咱的陪伴者甲帮助者，但是基本上到伫新约的时，每一个上帝囝儿查某囝，拢通直接甲上帝面对面。或者你愿意安尼嘛？你愿意毋免通过别人的帮衬，甚至毋免牧师陪伴，你就勇敢壮大，相信确信。当你跪落来，当你敬虔祈祷，天就为咱开，上帝就降临在咱的中间。就亲像圣经讲，圣神就运行，上帝的神就运行在咱的内中，大能大力就甲咱撒甲地底。第二，这段就是求上帝的所在。第三，这段是什么？这段就是相信，也代表这是我所信。当咱的礼拜的时候，咱的隔壁、咱的厝边、咱所有的身边的人，因就要看见，遐有一群人，因毋是戆戆坎坎，因是敬虔，甲互人感觉幸福，因为因会敬拜一个因所相信的上帝。兄这段就是这个意思。当咱的教会每一个主日较精，当咱的教会每一个圣主日，咱穿甲整整齐齐，咱对外面入来。这你想得当人有什么种的感觉？啊，个礼拜日啊，因迄阵天公啊囝，因个敬拜因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这段就是见证上帝降临，上帝感纳，上帝同在。愿主帮助咱对今仔日到永永远远，好唔好？愿主帮助咱对今仔日到永永远远，祝福咱伫伊的时运做证。咱对于来领受伊的恩惠，做咱及时的帮助。所以这段是什么？这段有几种的意思，但是上重要的意思，就是上帝临在神圣的所在。所以耶稣讲，恁就去普天下招万百姓来做我学生，讲爸囝圣神的名甲因加设立，去普天下招众人，然后诚侪信仰的族群，同心敬拜。上帝的神就伫迄个所在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心肝所爱，咱看做咱的厝，这等教会。愿天父上帝，咱的教会诚做一个伫黑暗中敬拜的圣殿。无论是咱拜三祈祷会，无论是咱的查经班拜六，无论是主日清早咱做伙的敬拜，愿上帝的荣耀。咱发出的祈祷所吟的诗歌，所宣读的圣经，伫普天下，用听得见、听袂见上帝圣神的声音，对万般万民来讲，上帝福音的信息，愿天父上帝甲咱撒甲地底。所以这段有几个真特别的意思。这段就是神圣的所在，是人甲上帝相拄，人甲上帝面对面相拄着的所在。这个神圣的所在，竟然甲上帝面对面，生命要改变。我要对心中为恁祈祷，愿天顶的上帝将这种生命改变的欢喜，伫今仔日加添伫所有咱的兄弟姊妹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
咱进入到上帝荣耀充满、圣神充满、稳定充满的所在。咱无空空做礼拜。愿天父上帝对天顶倒予咱，伊个满出来。愿天父上帝予咱。那安尼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要讲起这段最重要，伊的功能。这段最重要，伊的目的就是献祭。所以这段这个字甲献祭这个字，基本上伊共一个字根叫做 zabak。伊最重要的意思，英语该翻做 offering， 会当翻做奉献。所以献祭的意思，就是我摕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举起来讲，主啊，这是我的五块饼两尾鱼，唔通加鲜加盐，虚假假。其实你有足济，但是你无愿意。你甲上帝讲，这是我的五块饼两尾鱼。呀，这上帝知影这是哪亲像咱咧可怜伊？是咱用剩的才要给上帝？唔是。献祭意思，无论是迄个寡妇2仙钱，无论迄个囡仔摕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拢同款有一个情形，就是迄个便当对迄个囡仔来讲，就是伊今仔日若无食就无够，就腹肚枵，是伊完全的。所听的姊妹，献祭意思就是将我心内上欢喜，我感觉上宝贝。主啊，若要献予你，我要献上好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古早的早期的台湾的教会，因若要献囡仔予上帝做上帝的采用，因一定献头生，毋是讲头生出来，是头一个大囝，是上好的，毋是迄个乡村的无路用的袂读册、无职业的，毋是。早期的教会若要献予上帝，就是对心中欢喜。我要加伫上场咯。伊讲因阿公咧卖肉丸的时阵，逐日做生理剩的，今仔收入的钱，一定经1/10留起来，因为伊的生活嘛，第一这代志。或者你敢会当知影，这种的行为甲动作，虽然看起来是真生活化、真普通，但或者咱来知影。上帝拢知，来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领受伊对咱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段上少伫旧约内底有5项，你看会到的图像，亲像咱真爱看电影，咱真爱看连续剧，所以看连续剧有当时一句话吼，就一世人无法度袂记哩。一个影片，一句台词，有可能咱一世人无法度袂记。旧约咧讲起这段，第一，这段就是所做的献祭，就亲像芳芳的祭，透到天顶，互上帝欢喜。那咧献祭的时，伊并无想遐济，但是伊感觉伊的活命，伊献一只将生互上帝，就代表伊对4个碗，伊用这将生来代表伊的活命献互上帝。上帝讲，伊就闻到迄个芳芳的祭，所以后来犹太人会颂扬人无钱通献大只精神的时，因用迄个因所收割的麦啊，酿做麦啊粉，然后因就放迄个树籽，有一种树啊叫做乳香树，乳香树就亲像迄个橡胶木，你甲刮开冷流出来。伊然后用迄个乳香的迄个灵搅伫面粉中间烧，会有一种足特别的，咱咧讲的乳香的香味，乳香。所以耶稣出世的时候，你会记得，博士来敬拜伊的是摕黄金乳香不药，有无？黄金乳香不药，黄金是再生要用的，乳香就是生活中间最后最后一个咧芳芳要献。代表伊尊敬的物药咧，是人死了后，把伫尸体保持伊一个圣洁、芳气，最后一生的归向。所听的姊妹，以色列人为着要有芳芳的祭，
互上帝偏，因为想讲我若来用主向树的树顶，迄个泥我扛落了，就会芳芳的坐。兄这毋免遐尼功夫。上帝是神，必应把伊的人用神用诚信。咱诚心实意，咱的上帝知咱的轻重，你相信吗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感纳咱的礼拜。第二，这段是代表礼拜的所在，代表祈祷的所在。所以后来子子孙孙，无论是伫北地里，无论是西奈山顶，无论是伫伊的祖先过去所行过，上帝甲伊相拄的所在，后来拢真侪圣殿。所以今仔日咱若去以色列旅行，迄个导游会带你去逐个所在。这个所在是耶稣埋葬的所在，这个所在是耶稣伫西奈山祈祷的所在，逐个所在拢真侪。后来拢有礼拜堂，纪念上帝，纪念先人，伫迄个所在，甲上帝、甲先人做伙做礼拜。圣殿就是一个敬拜的所在，就是人听见上帝讲话，人愿意互主耶稣拯救。洗清咱的罪，改变咱的生命。圣殿是什么所在？圣殿就是礼拜堂，圣殿就是人的心。上重要，人最常拄着上帝，毋是伫德堂教会。人拄着上帝最常拄着的所在，兄弟姊妹，伫咱个人的心内，学习这个功课，思想这个功课。咱若会晓伫建立咱家己内心的礼拜堂，甲建立内心的圣殿的事，咱就常常有机会伫咱的心内听见圣神的声，甲上帝做伙做礼拜。所以牧师常常甲恁分享真侪有关着这种灵修。像牧师嘛，甲恁讲建立你家己内心的礼拜堂，恁会记得无？这是1000几年来教会的信仰的前辈，因所得到的智慧信仰的欢喜看见，所以就鼓励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应该有一间礼拜堂，迄个所在就是甲上帝相拄的所在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，这段就是人甲上帝立约的所在。上帝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拍破的。既然恁食的时，就用安尼来纪念我，会记无？”迄是耶稣上帝所讲的话。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血。”所设立的是信仰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所以既然有上帝立约，既然是伫上帝的面前对上帝讲：“主啊，我愿意。”迄个所在就是上帝甲你秘密、神秘、奥秘，属于你甲上帝单独的所在。圣殿中间咧讲这段马太基书第1章。伊讲这段就是上帝耶和华的道。旧约的以色列人听到这句话，我唔知因有明白后来异象甲启示嘛。总是马太基伊听到这句话了，伊会记得。伊讲原来耶和华的道就是圣殿内底迄个祭秘的道，就是上帝显露上帝的这段。但是伊唔知影，无偌久了后400年后。马太基是最后一本圣经，对马太基以后就无再有先知的册受接纳叫做圣经。经过400-500年、400年左右的黑暗的时代，一直到主耶稣。主耶稣伫以色列圣餐伫十字架顶悬受钉死，后来的人才明白，主耶稣讲：“这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今仔恁啉的时，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”大家才知影讲，原来马太基先知所讲耶和华的道是什么意思？通过耶稣基督，咱才知影讲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恩赦，是什么种的意思？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咱何等的福气！伫今仔日咱的礼拜，上帝用天顶的美娘，伫每一个月的第1个礼拜。咱设立圣餐来纪念主耶稣，拢就是这耶和华咱的上帝的道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每一摆咱甲上帝同坐道的时，
是听道前，伫即个圣餐的道的面前，迄个主人，咱的阿爸天父，伊伫即个食饭的宴席的中间，对咱应允甲祝福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爱吗？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会记得旧约的圣经有这个记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主的面前，咱特别纪念主耶稣。咱的教会用十字架来代表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互旧约所有的祭司拢废除，独独伊正做拯救的记号。所以主耶稣就请做旧约中间最后一只羊羔，献伫世间人甲上帝的面前。主耶稣代替咱死伫十字架顶悬，咱的糊涂。咱的情欲所犯的罪，咱伫一生中间有意无意对上帝的失当，咱的主耶稣代替帮助咱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耶稣所做的这个烧祭，是一个好好的祭，互咱甲上帝重新成做白囝，好好的白囝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感谢咱的主耶稣，咱纪念伊。但是会记得，唔通阁将耶稣第二摆钉伫十字架。你讲牧师，迄什么意思？第一摆耶稣为着世间人伫十字架顶悬，伊的听已经完成。但是每一摆，咱有软弱的事，唔通固执偏行己路，因为咱若明明知影道理，阁唔肯照上帝的话来行。这就是将主耶稣第二摆，佮钉伫十字架顶悬。所听的姊妹，那安尼，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二项，我要甲咱做伙思考学习的功课，就是上帝所爱的这是什么？所听的姊妹，你会记得圣经安怎讲吗？世间人上帝所爱，对你所讨的，对你所求是什么？米迦讲第6章第8节，上帝所爱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上帝同行。今仔的圣经大卫伫伊的诗篇51篇，伊讲主啊，祭物你无爱，烧祭你嘛无爱，若爱我就要献。这句话的重点毋是否定献祭的重要，最重要是咧讲起上帝。我要献上你所爱的祭，所以代表伫伊的经文、伫伊的诗篇、伫伊的祈祷书的内底，伊讲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看轻；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嘛无看轻你。伊用忧伤的心、忧伤的心这两字来讲起咱内面的灵甲魂。忧伤的心是咧讲起咱内面的灵，忧伤的心是咧讲起咱内面的魂。忧伤的心的意思就是，上帝当我伫妈妈的腹肚内，你就将你的活气放伫我的内底。所以代表的祈祷，伊讲忧伤的心，迄个字是叫做罗啊。甲摩西记载上帝创造亚当的时。上帝将伊的活气分入伫亚当，伊讲上帝将伊的灵分入伫亚当，嘛是用这个路啊这个字。然后代表佮讲忧伤的心，你无看见。伊所讲的忧伤的心这个字，就是肋巴肋，伊的意思就是伫我内面这个人，就是保罗所讲，踮伫我内面这个囡仔真麻烦。所以兄弟姊妹。也就是牧师甲恁分享讲，将这个未大汉的囡仔带来交互圣神，互这个迄期的人甲上帝的圣神合二为一，合而为一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代表的祈祷帮助咱明白，咱伫做礼拜所发出的祈祷，咱伫敬拜上帝时，应该用心中的态度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代表安尼讲，你无爱祭物。咱甲迄个祭物，这项书暂时该放伫一边，
咱甲即句话定心安尼读：你若爱，我就会现。或者你有听到上帝圣神即摆来问你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耶稣问彼得：你有听我赢过这个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回应咱的信仰，愿咱回应咱的上帝。咱甲上帝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不爱做一个小里小气、真高计较、真自私、真孤独的基督徒。主愿你对我慷慨，愿我嘛对你慷慨。有这听有吗？愿主对恁慷慨，也愿咱对主慷慨。因为上帝就是咱的，咱的嘛是上帝的。愿咱甲上帝合而为一，伫主的面前。所以，代表伫今仔日的诗的内底嘛，安尼帮助咱。伊讲：你所欢喜的，就是义的祭、烧祭；上帝所欢喜的，就是义的祭，就是烧祭。烧祭伫旧约中间5种的祭祀中间，烧祭是上完全的一个祭。所以，烧祭常常是几只牛、几只羊、几只全净生的烧祭。所以，烧祭本身是代表一个欢喜甘愿的，是代表一个慷慨，是代表全备的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，这句话有2项，咱需要思考甲明白的功课。第一，什么叫做义的祭？义的祭意思就是上帝看做对，上帝看做好。义的意思就是上帝目中看做好。高怜悯，你若怜悯人，我就要怜悯你。无论你偌高奉献，无论你偌高读圣经，无论你偌高讲道，无论你偌慷慨摕钱来奉献给我，祭物绝对袂当超过你本身。伫这个所在，代表明白一项代志，就是对于内面完全的人是上帝所要求的。所以才讲忧伤痛悔的心，每一摆想到上帝，伊就想到伊少年的时阵，伊血气得罪上帝，伊婚外情，佮为着伊的婚外情，佮杀死伊的部下将军。所以伊一世人背着迄种的见效，伫上帝面前讲，主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求你怜悯。所以啊，你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。要啉清气的水，都要摕清气的杯仔来啉。义的祭就是对上帝话明白，上帝所欢喜的事。第二，烧祭就是将咱家己完完整整。所以代表讲，我就要将我家己献伫你的祭坛前。阿们吗？兄弟姊妹，咱敢愿意亲像代表讲，主啊！我愿意将我家己献伫你的祭坛顶悬，亲像我的主耶稣基督，耶稣所献的祭是这个宇宙的祭，是这个世界的祭。耶稣伫伊所做十字架顶悬，其实就是一个全世界的祭。伊用伊家己拯救了普天的万邦万国万民，所以毋是个人的祭，毋是家庭的祭，嘛毋是教会的祭。伊超过这3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开始以后若读到圣经，听到上帝所欢喜的事，你一定要用马克笔、用彩色笔，特别给扣起来，帮助你以后咧献的时阵、咧复习的时阵，真紧你就读到上帝所爱、上帝所注重。何西阿书伊讲，上帝所爱的就是良善，会当翻做怜悯。上帝所爱就是够怜悯人，赢过什么？伊讲无欢喜的意思，毋是讲上帝无爱。迄个原本的意思是讲赢过祭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明白上帝对咱要求。一个神圣的原则就是完全，规只精神，毋是咏春的才摕来互我。
兄弟姊妹，别人唔知，上帝知。咱若咏春的接要上帝，不如卖献。也这我搁讲一解，咱来咏春的接要上帝，不如卖献，免得罪上帝。上帝会感觉咱开遐唔知轻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现在的意思，这个完整完全的圣经有几啊摆重新的讲起，有几个经文，迄个字完全完整，规只江山全江山，这个字叫做邪念。上帝讲起这段都唔通用迄个铁啊拍过的喙石啊。所以圣经的出来记第20章中间，上帝要求摩西为伊起这段。伊讲着要用天然的，无用家私，无用铁啊、钢腿啊拍出的石头，用细块石头咧起较简单啊，紧巧巧的。上帝爱是一个天然的上好、完整的，无用人工、人工。所以出来记，上帝讲10条诫，互摩西的时，最后伊讲你起这段就用。规地完整的石头，迄个字整石头，规地的石头，这个和合本中文翻作整块的石头，没有那个块，叫做整石头。迄个字就是今仔日牧师跟咱分享的邪念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迄句话意思就是，你若要献给我，你要全心全意。这不用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原来你做的面前，咱知影邪念包括2项。一项全心全意，第二代表性格无瑕疵，是天然的。上帝所创造的你甲我出世是一张白纸，咱来到这个世间，上帝所原本予人的，是迄个无去互家私，无去互迄个钢腿啊拍碎的，迄个完完全全上帝创造的你甲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倒来到起初的爱心。这就是牧师甲恁分享出来记第20章第25节。你若要起石头的这段，唔通用家私拍过的石头。这个字，这个石头就是完整的石头。佮另外，后来约书亚嘛是安尼做。约书亚照摩西的交代，所以伊起这段的时，伊用什么？伊讲用无拍过，无互钢腿啊，无用铁机所拍过。整石头，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发展真做一个信仰的态度，记载伫历代志16章下卷16章第9节，伊讲耶和华伫这个世间咧找伊会当祝福、会当使用的人。上帝对天顶咧找伊会当使用的萝卜，是什么种的人？伊要用伊的大权能来祝福伊，是什么种的人？是按伊心存诚实、存诚实的心。其实这个字就是邪念。邪念这个字，过去咱捌唱一条歌叫做沙龙。沙龙的意思就是平安，但是基本上沙龙这个字，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完全、完美、没有瑕疵、圣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将咱心中上好的献予咱的上帝。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你知，我愿意将我家己献予你，主你帮助我。上帝所爱就是忧伤的神，迄个神叫做路亚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看见伊，就是自我 ，ego emit autos。迄期的 ego 自我，真做上帝圣神同在的 autos， 也即咱的逼真要上帝改变。你欢喜吗？你愿意你的生命伫上帝的面前变作尊贵吗？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对咱讲话，耶稣带咱甲上帝和好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伫遮。请使用我，愿咱甲家己和好。伫今仔日咱的心中有平安，咱无搁再亲像大笔见笑、忧伤痛悔。
来伫主的面前已经得到赦免，来伫主耶稣的面前已经通甲上帝和好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将家己摆列。所以最后牧师伫今仔日的分享的结论，就是邀请遐的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对咱的阿爸天父讲：主啊，我愿意。像这你愿意甲上帝过你的一生吗？你愿意用你的一生来荣耀上帝吗？咱检察唔敢讲，我何德何能，我这样软弱，我凭什么会当荣耀上帝？上帝阳光若甲咱伫地，咱自然而然就荣耀上帝。呀，这唔是来荣耀上帝。上帝阳光若充满伫这间教会，这间教会就伫逐所在家己荣耀上帝。呀，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唔是咱荣耀上帝，上帝荣耀若充满伫咱的内底，上帝就家己得到荣耀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愿意。耶稣问彼得，耶稣嘛伫今仔日代表上帝问咱讲：你愿意将什么献予我？所听的姊妹，咱家己回答上帝。原来伫伊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要学习你，你就是祭司，你就是祭坛，你就是祭品，你就是祭司。你就是祭坛，你就是祭品。主耶稣，我要亲像你，诚做祭司。愿天父上帝甲我三脚伫地。像这你知影祭司这个字有一个足水的意思，就是造桥的人。祭司这个字伫列丁文的意思，头前迄个 PON， 迄个字原本的字根的意思就是一条路，也是一个桥。后壁迄个 FEX。迄个字的意思就是 to do 做，也是 make 创造制造，也是讲妈妈生囝 birth 就是讲我将一个生命生出来。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生出一条桥，诚侪造桥的人，家己本身就是一条路，互世间人通过咱行到上帝的面前。耶稣就是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所以耶稣和这个世间人通过伊会通到上帝的面前。每一间奉主耶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拢是帮助人通过这间教会，通到上帝的面前。兄弟，你明白吗？咱做伙同心合意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甲你同工，我们做伙伫这个所在建立这段。愿德堂教会成做一个无用石头所拍过，意思就是任何的艰难中间拢拍袂出，就是一个完整坚定的信心。主帮掌管，所以记得咱就是这段教会，就是这段互德堂人看，教会就是这段互全台湾人看，教会就是这段互万国万民看。你我咱就是祭司。咱就是伫这段顶悬摇摆道顶，迄个荣耀的圣羊羔的祭物。愿天父上帝帮衬，所听的姊妹伫你的内心起这段，伫你的家庭建立这段，咱做伙礼拜就是荣耀上帝。但是最后，咱要甲上帝讲，主德堂教会存在，毋是干那为着造就阮这群人。我要献这间教会给你，是我的教会，是圣洁的教会，是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。阿们吗？所以，我要成做一间有活命的教会，要成做一间圣洁的教会，要成做一间互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。阿们吗？所以，阮的教会成做你手中所重用的器具。主啊，这就是一个世间的祭坛。德堂教会毋是干那为着咱存在。是为着所有的台湾正教会甲台湾人存在，嘛毋是干那安尼尔。咱伫普世所有的教会中间，咱虽然志未世，但是愿德堂教会向世间见证讲，阮无跪拜巴力，
听有这个意思吗？没有任何一个权势、金钱能够收买主堂教会的价值观，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。哈利路亚！主，阮将今仔日这个教会，今仔日的礼拜，亲自活者，主求你使用阮，阮同心来祈祷。赐生的上帝，感谢俄罗你，你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你接纳拿阿所起的这段，你接纳摩西所起的这段，你接纳世世代代基督徒所起的这段。所以今仔日，阮嘛将这段教会的这段来恩你摆列。主帮掌管，互阮荣耀你的名，对今仔日到永远，阿门。